说不难过是不可能，是我们的作品能够被全民大众支持认可，才是我们觉得最开心的事情。这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做音乐的人最想要的事情，这样子。所以奖不重要。对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对奖项是比较佛系看待。哦，佛系，对，看缘分，对，看缘分。对啦，看缘分。对，看那个佛缘到了没有？对啊，不强求。三幺。转眼呢，这个佛系乐团呢，一颗一颗的遗珠都要串成佛珠了。3、2、1，请破脚印。好，用力。没有关系哈，我送你们一个礼物，希望就算没有奖，我们起码要有钱嘛。今天的威力彩哈。金曲奖，我们不花钱换金曲奖。831金曲奖颁奖典礼。今天21，你买了没？还不赶快去买啥？就是在那个公布金曲奖那天，我碰到新北水母差点撞到我，因为最近我都骑脚踏车去工作室，然后那天想说我们早上5点要早点出门，反正路上每次我都骑在马路上，然后就看到远方，怎么有一个警车追逐，我本来还蛮好看的，对，好看，这该不会在我后面吧？就回头看，他已经踩足了油门朝我冲过来了，对，然后霎时间我立刻停下来，跳上人行道，然后他们就从我面前跑过，我差点去撞掉，好生生气。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要没入围金曲奖没关系，我活下来。担心票房，因为其实你们已经超过小巨蛋，也上过高雄巨蛋。现在有3倍券，不要怕。是这样。对，有振兴，我们有振兴区嘛，对，振兴摇滚区。但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每次都会这叫亲力亲，就是所有的事件我们都会自己去参加，无论是比如说从演唱会设计啊，到文案所有的东西。那当然我们会关心每一个细节啦，所以说不担心还是会担心，因为我们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打拼。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一波报复性的看演唱会。对。